右腳一睇我左邊啦，轉腰，合步雲手一，轉腰開步，轉腰收步雲手二，轉腰開步，雲手一，轉腰收步雲手，轉腰開步，轉腰收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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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要腳拱手啦，馬上望翻右邊，彈開隻右腳，升高右手，鬆膝而前，右行，反掌喺40度斜位，身近後，沉踭拖埋你，跌翻埋兩隻手，而前，微微向下擠，分開兩隻手啦，身近後，手冇喐，反掌沉踭下降，落咗步移翻前，升翻上嚟外，拍尾擠，